创啥啦？我敢有比你搁较矮？有啊，啊无你敢有比我较悬？是无啦。啊，毋过你安尼会甲人愈叫愈矮呢？愈叫愈矮呢？毋是啦，是愈叫愈矮啦。哦，是哦，安尼我们都逐工拢叫你乐开的，乐开的。哎呀，安尼真好哦。啊是讲，你到底想要表达啥物啊？哦，我原本啊，吼，我原本啊，吼，去食着你嘴喏。我原本想要问你讲，这是咱第一届拄着五日节甲毕业季，嘿，所以咧，啊，就像讲5月份的母亲节啦，我想讲吼，迄母亲节对母亲的感谢，啊，佮有心情是写拢写袂完的，就较无要紧啦。嘿，所以重点是，好啊，你著搁较冷淡的啊，好啊，你著安尼啊。我的重点就是讲五日节除了甲肉粽有关系以外，嘛差不多就是安尼尔。哦，安尼尔，你咧烦恼讲咱的无物件通讲就是啊啦。对啦，啊原本是安尼讲的啦。所以后来敢有安怎？啊后来就想讲，节目都毋知影讲敢会做遐久啊，啊烦恼甲明年那像伤远吼。啥物意思？袂当你无志气，好无？哦，啊，我就无好，嘿，无好。你当作你安尼比听众朋友是看有无？啊，幼稚！啊，我比互你一个人看就好，为你一人。好，你慢慢啊比。好，我知你要讲啥，紧来开场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所以咱今仔日敢有批他念？你是毋是拄则拢无咧看？你是嘛？你是毋是要甲我骂个嘴烂去砸掉？好啦，我对，我有想起来。啊，想起来啥？就是咱有收到批啊，咱就是有两三个铁粉听到咱电视机版的有哦，伫遐思念念，一声，迄条变怎唱？一声个一声，好我袂记咧。所以咱一声咧啊，声声叫，赶紧写批来互阮安尼哟。赞哦，有食到对啊，所以因就有乖乖写批来啊啦。吼，真诶有够感动诶！是啦，啊，佮有一个吼，迄单体赛先生，你有听到无？单体赛嘛，真久无写批来啊啦，毋知影伊即马敢就是无用了未？哦，你安尼讲，真诶呢，迄体赛旧年一直写批来，对啊，单体赛你有听到无？小编足思念你诶哦。嘿啊，体赛啊，无用了啊，紧写批来哦。体赛，你甲伊足熟诶，体赛，啊，就咱的铁粉咩？好啦，要好好照顾家己哦。啊，我嘛好好照顾我家己，讲啊，若像我对你足歹共款。无啦，你真照顾我。安尼，请你紧念批，多谢。谢谢吼。好啦，安尼咱紧来念批。念批的时阵，就是爱严肃，整理一下心情哦。第一张批是老酒的阿螃蟹，你创啥？无收安尼好无？安尼是伤严肃。你认真者好无？第一张批是老酒的阿螃蟹来的。我北边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酒的阿螃。反正是听众朋友。好啦，我定来，唔爱呢，唔通安尼家己倒入去。第一张批是老酒的阿螃蟹来的。我北边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酒的阿螃。毋知影恁大家对老酒有啥物印象？除了伫安以外，其实吼，阮遮嘛有真侪好耍的哦。像讲最近5日节，我就想要甲大家分享阮遮的包粽破烂花。毋知影敢有人知影？其实我嘛是2018年迄年才知影的。听讲2017年是第一届哦。我拄则写批进前有去查，若想到2020尔，真正是足无彩的。我会记得现场有真侪种无共款的粽。海报顶悬有写讲泸州幸福乌芳肉粽、贡寮红豆粽、云林北港经典传统肉粽、山东做鸭枸杞粽、越南绿豆仁粽、上海永兴素粽、淡水蚵仔干粽、中华味豆素粽。我是为着要写批，才搁去网络找资料的呢。你问我是安怎遮认真哦？无啦，
啊，就因为我迄天每一种拢感觉做好食的，伤过头幸福啊！食饱以后，转去就困啊，完全无甲肉粽的名记掉咧。我就感觉对肉粽的人真正是足失礼，才会想讲去甲资料找出来，通好写尾甲大家讲阮泸州遮进前办过的活动。迄天伫咧现场，阁有教人肉粽的课程会当学，而且师傅伫包的时阵，阁有甲阮讲因的故事。我感觉毋但是会当学技术，嘛是得学人生的道理。但是我爱阁讲一遍，我回去以后，啥物拢袂记得啊，敢若会记得拢做好食安尼尔尔。希望过来疫情若有较缓和了后，会当阁有即款的活动，到时阵我一定要阁来参加。我白边甲听众朋友，恁若有听到，恁若有看到，欢迎恁来哦！我是泸州的阿芳，就分享到这，多谢。哇，竟然有即种博览会呢！我感觉我甲阿芳会当做好朋友哦。是啦是啦，恁两个拢真爱食，啊食了就袂记哩啊！真正差不多啦。讲啥讲啥，但是阿芳讲的肉粽真正足特别的呢，像讲伊讲的迄个什物上海素粽，我都毋捌食过啊。哎哟，我就是无捌，你无兴趣呢？嘛是啦，我肉王呢。啊，但是嘛是会想讲要食一喙啊看觅，食一喙啊就好，一喙王，一喙病。食一喙。啊，讲到特别的肉粽，你敢知影台湾阁有啥物有特色的肉粽？毋知啊。你讲互我听看觅啊，我甲阿芳共款。食过就袂记咧，可能你等下讲，我可能会想听，我会想起来啊。哦，好啦，我讲互你听，等下哦。紧的啦，食肉粽等你啦。讲到咱台湾的肉粽吼，除了有北部粽、南部粽以外，我问你，你敢知影迄外口包的毛分呢？毛分？分啥？你这是分啊？我拢别人给我食，我免去共分啊。毋是，重点就是外口迄个叶啊。嘿。有分啦，分啥物？分做啥物？就是有迄青色的啊，青色的。你有印象无？就是有两种色。我知，鸡粽对无？鸡粽迄青迄种的迄。鸡粽敢毋是青？鸡粽敢毋是青？迄毋是黄金的？毋是，我讲鸡粽的叶啊，毋是青，鸡粽的叶啊拢是青。阮兜的毋是呢。要战南北啊！好啊，来啊！中华人上惊。先莫安尼，就是有两种色，就是一个青色，啊，第二就是迄贵直的底下，就是迄可能应该是晒干了后，所以会安尼黄黄的。所以一个是虾，一个是叶啊。嘿，无毋对。虾甲叶啊。嘿，主要就是蛤蟆。主要就是分即两种。过来会讲到9.9，敢会当收入去？虾甲蛤蟆，啊个阿嬷摕虾去卖蛤蟆。你即嘛是安怎？要换单元啊？哟。好啊，莫哩闹。过来就是要讲到咱肉粽的外观。外观嘿，有的是做长的，你敢有看过？有，但是我若无食过长，迄内底是毋是包甜的？有甜的嘛有咸的，啊，主要都是有胡椒粽佮潮州粽。胡椒粽是内底有胡椒。你就要冷笑诶，讲到停袂落来。是乌椒还是胡？胡，是乌嘛？乌椒哦，乌椒吧，兼乌刷，乌椒。是你甲我误导，毋是我爱讲冷笑话。是胡椒。就是胡椒卖胡椒，胡椒胡椒卖来湖边卖胡椒，你念一遍。今日胡椒卖来湖边卖胡椒，胡椒卖来湖椒。你是念袂出？听众朋友要起笑。哇，莫闹。乌椒粽。过来，都来讲着咱客家族群。用一种鸭花粽。嘿，是迄个鸭。嘿，杯迄鸭。乌碟啦，鸭花粽。主要是伫迄新竹的内湾。
内湾哦，还是内湾？内湾对啦，内湾。先伫个内湾，伊毋是直接甲火包入去哦，伊是甲迄火筋啊，骨筋筋甲筋拢会使，无紧。对对，甲伊拍打啊磨做粉安尼，啊甲加入去。所以火袂放伫面顶安尼时啊热一下。无啦，火吹吹就烂去哦。嘿啊，嘿，就是安尼。你是毋是毋知？就是因为我看迄图片都无火啊，都敢若长安尼啊。嘿，安尼就是无啦。嘿，就是甲伊磨做粉安尼加入去。嘿。过来就是伊会较特别，就是会用迄野花叶啊，甲包起来。野花叶啊，野叶，野花叶，野叶。过来，所以吹的时阵都会有迄野花清芳。两个要笑甲烧声。莫个笑，继续。过来就是迄。我最近才知影诶，伫咧台南诶左镇，台南左镇，有一种木瓜粽，木瓜牛奶，木瓜粽，木瓜粽哦。嘿啊，你知影安怎做无？内底有牛奶无？无啦，袂当掺牛奶。木瓜毋是，就是一定爱甲牛奶做伙。哪有一定？我是安尼感觉啦。青木瓜就炖排骨啊。我是无需要啦，你可能爱食较济咧。卖差。我还袂讲做法，你安尼。你讲，就是爱甲迄青的木瓜啊，甲串签哦，嘿，甲准备做伙落去炒。所以炒所以内底会食着一丝一丝。嘿啊，酸的。我无食过。台南的乡亲朋友啊，恁若有左镇的听众朋友啊，莫寄互我，因为我无想要去食粽啊。你写批来甲我讲，迄食起来啥物款的滋味哈？嘿啊，我嘛真好奇呢。好，过来就是上适合热天咧食的。你是要讲啥？上适合热天咧食的，嘿，冰粽。我毋是凉粽，即摆咧讲粽，好无？好，冰粽，嘿，你敢知影迄冰粽有一个发明馆哦？冰粽有一个发明馆，嘿啊，伫对，都伫你的家乡啊。家乡，我就知影是阮彰化人，无错，优秀的，就是彰化，彰化的鼻头，无错，有一个冰粽发明馆，我歹念的呢，发明馆，系啊，就是你若是有转去，所以内底是迄种串冰哦，毋是，伊就是我有看迄介绍啦，毋过我袂晓讲迄个台语，伊就是用迄日本的和果子，就咱像迄圆娘共款，对吧？较像麻糍啦。你知我咧讲啥？我毋知。较像麻糍，嘿，内底毋着包甜的，麻糍若包咸的，袂土豆嘛袂捌食，土豆是甜的啊，菜脯，我嘛无食过，无你后盖转去中华朋友啊，炸一挂来啦呢。鼻头离我种远的吼，阮园林人哦，袂去别位啊。迄鼻头的人才来阮园林。好讲到特色粽，你讲了未？我补充者，就是补充啊，你继续，就是点过讲迄，因为麻糍冰会冻去，因的冰粽就是冰袂冻去。冰了袂冻去，退冰就会当食。是哦，伊有一个专利就对啊，对，就是有一个独家的技术啊。阮彰化人够优秀的啦，独家的技术，独家。我嘛就是要食看觅。迄落我听种朋友啊，感觉没有想讲，竟然笑的，一下咧起笑，一下搁要求赞助，一下搁创啥，一直咧下完。到底是无紧嘛？蒙下啊，下蒙下啊，对吼，有网上水啦。有网上水摔落来就知。对啦，我讲到特色的粽，好啦，互你讲，就是旧年有开始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影讲，我真爱食一种真特别的粽。啥物粽？我甲你考啊，我甲你提示，白，伊内底白粽，对啊，白粽，对啊，白粽啊，果粽是毋？对啦，客家的果粽啦，
我就是你无爱我。我搁特别去查迄粿粽的做法咯。哎哟，讲来听看卖哦。迄粿粽吼，我原本无去查，毋知影。查了了，我感觉讲迄真正会足困难的。我一定就是爱用喙拔肉粽，互大家听看卖。伊打开始爱准备物件，就嘛甲拔肉粽共款足济。伊有啥物准备粉啊、水、盐、菜脯干、加肉、香菇、红葱头、蒜头、豆油、素蚝油、白胡椒、猪油。哦，你看油就足济，啊，搁爱粽虾啊，甲迄sauce啊。过来头起先，就是爱先甲粽虾一片一片，愈细细的放落去烧水内底浸互软。啊，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了后，香菇、虾米、菜脯浸的了后，啊切细块，蒜头甲红葱头就是甲迄皮剥掉切互脆嘛。啊，过来就是所有的配料拢等落猪油内底先煸互芳。再过来就掺迄豆油甲素蚝油，就是调一个咸正。啊，若是你感觉讲有咸就会使啊。啊，你切切了，你就是毋是切切的，炒好了，你就是爱放伫边啊，互伊凉。啊，就是等下准备。过来就是爱做粿皮呢。哦，这步是真够工呢。你爱先甲迄水啊加落迄煮米粉内底，啊，就一直烂，啊，烂甲迄面切安尼金金光光才会使。来用手烂哦，用手烂应该是吧？啥物？应该是吧？我看过你拔，我看到迄个是用手烂呀，但是听讲即摆是有机器啊，我嘛毋知。我当时嘛是要大量的应该都要用机器啦。过来是甲迄米切分做，就是细细块安尼，啊烂做圆形啊，做一个碗安尼，啊甲迄拄迄个迄米切内底，就是甲迄砍两三砍，啊甲伊包入去。过来就是迄粽虾切互大了，就是甲伊弯安尼翘，就若像安尼一个斗。倒，那就一个刀形安尼，啊，甲迄米切就是温油温的了，甲伊放入去，过来粽虾砍起来了，两边的角爱甲收起来，因为你要甲伊用做三角形安尼啊。过来就是烧啊爆两连，啊毋通拍死角咯。啊，电锅的水吼，就是这就是爱放较济，就是电锅水爱放一半，啊，甲伊煮好滚了，再甲迄粽放入去吹人，敢叫吹人？人生哦，放入去人生。甲迄即句话加掉，再甲迄粽放，再甲迄个粽放入去人生内底吹40分钟，而且即个时阵，你爱小可甲迄个挂掀开哦。若无伊迄到时阵伊迄碰一个伤大有无？伊安尼碰起来了，啊，迄粽会破去。哦。啊，吹的时阵啊，迄人生的挂嘛爱小可拍开一丝丝啊。才袂讲就是火安尼伤猛，烟伤大。哦。肉毋是肉粽，粿粽嘛会害去。安尼哦，你看声款是毋是足厉害的？讲敢若像你真正样包共款。拜托，用讲的爸爸粽，互你听嘛是忝的呢。是啦，毋过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，因为我听你安尼做法，敢若像迄包粿安尼，啊，著甲伊煎入去对啦，听起来就是塑形安尼。对，就是包粿，就是甲粿包入去。但是安尼嘛足麻烦的啊，是安怎好好的粿毋做，啊，要甲客去包。5日节时阵才出来卖。对啦，但是阮咧用讲的白粽嘛是足厉害啊，嘛足忝的呢。真熬，这个比赛。我才18岁尔，我是袂甲你接落啊。我是袂接落啊，莫甲我骗哦。我知影，你知影啦。我毋知啦，我才袂互你骗去的。紧诶啦，紧啥？换你2批啊！换你2批，安尼趁你2批的时阵，我就通好休困者。无我拄则用喙拔粽足忝的呢。好啦。第2张批是桃园的小文写来，嘛是咱唯二的批。听众朋友啊，莫拢干那听，爱写批来呢。好，我要开始啊。后边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小文。5日节已经过啊，毋知影恁是毋是甲我同款，到即马还阁咧食肉粽咧。虽然讲真正是食到有淡薄仔惊，毋过想想咧，一年才食一摆，食完就爱阁等一阵仔才有通食。而且阮兜的粽拢是阮母啊手工剥的，看伊准备了，准备甲遮尔辛苦，一定爱甲捧场的，恁讲是毋？阮兜算是较传统的家族，自我细汉开始，常常看到过节时阵。厝里时大咧无闲，以早阿嬷搁伫咧，阮兜搁会家己烧圆仔、做粿、炊发粿等等。当然5日节就一定会肉粽，
毋过又年岁了，就无体力亲身做遮个代志，所以我嘛几落年无食着肉卜粽啊。今年疫情滚假，所以我就无转去帮忙。我想要分享旧年的故事。旧年阮妈准备要肉粽，我想讲逐年拢干那食，就来甲伊斗相共。一开始我是为洗粽叶仔开始，伊要求我跍咧涂骹跍一下晡，总算是甲叶仔拢洗清气啊。洗到我规个人腰酸背痛，过来咱就爱处理肉粽啊，无处理过拢毋知影。原来我上爱食的辣子，要包入去肉粽内面进前遮尔搞工。看阮母啊，先将大的辣子泡水，等到辣子变软了后，因为辣子表面有咖啡色的膜，爱另外用起土挖出来，若无食到会涩涩，影响口感。原来阮妈逐年拢爱安尼做。知影伊的辛苦了，我马上接手来处理。我处理辣子，伊就开始炒料。第一遍有人斗相共，会当感受到阮妈欢喜的心情。等到阮准备甲差不多的时，总算是会当开始包粽啊。伫边仔看阮母的动作，先摕2片叶仔，凹一个刀形，放糯米，放料，搁放米，包起来，白扫啊。看起来是真简单，想袂到换我包的时阵，第一步就卡掉。佮因为伤过粗鲁，甲叶仔用破去。阮母啊看叶仔一直破去，就讲：若是搁安尼落去，我的粽叶仔会无够。我看吼，你还是去边仔等好啊。你的心意我有感受到，袂要紧，我家己包就好。实在是对阮母啊真歹势，我伤过含慢，敢若会晓食。阿母是南部人，所以伊包的是南部粽。包好了后，搁爱用水煮过。若是暗有剩，就会变做暗顿的一项菜。会记得以早读册时，除了中昼顿、早顿、暗顿，拢是食粽。阿母讲，因为爱拜拜，一定爱准备3罐肉粽，绝对毋是伊平淡煮食。惊大家甲伊误会，伊讲肉粽冰咧冷冻，真定位，希望大家赶紧甲消化了。我今年无转去，真惊会食无，就先叫阿母替我留几粒。等我转去摕，虽然外口嘛有通买，毋过迄种滋味是买袂到的。恁讲对毋对？而且辛辛苦苦才有肉粽通食，一定爱好好珍惜。故事讲了啊，写到我巴肚枵，紧来去找粽，多谢大家。哇！想袂到讲家己包粽爱遮尔搞工呢，像我用喙包包的就足紧呢。嘿啊，无体验过，真正毋知影呢。对啊，若是知影讲背后的辛苦吼，咱着搁爱更加珍惜食食。对啦，而且毋知影是毋是敢若我会安尼呢？你安怎？就是啊，5日节肉粽定定食2粒，都无想要食。啊，平常时啊无肉粽食，佫会特别少年呢。你是真正是歹思考呢。嘿啦，啊，毋过我听过小文的故事了，就袂安尼想啊啦。会晓想就好啊。白变的妈妈，恁查某囝大汉啊啦！我早就比你搁较大汉啊吼。嘛才大一岁尔，讲敢若像足厉害安尼。哎哟，惠弟吼，你著爱叫姐姐啦。哦，妹妹你好。啊，无啦，要甲你讲一件代志啦。啥物代志？就是啊，讲到肉粽，我就想到吼，我大概咧偷肉粽的时阵啊，对，我迄毋知影为虾米我的嘴米拢会掉喺叶仔顶悬的，你敢会？你个最厉害，你个拍会开呢？我大概拢迄夹拢头袂开开，甲伊拍时间。啊，结果尾我拢去摕夹刀来夹。嘿啊，就用夹刀甲夹掉就好啊。阮阿嬷讲袂使，伊讲伊迄夹拢绑甲足水的，就是安尼揪一个就开啊。啊，伊讲是我人的问题。哦，我嘛是，我定定扭毋着边。安尼看起来，加一回嘛无较厉害啊，甲我共款尔。饭是，我饭是袂黏的，因为阮兜绑的就是嘛会呢。留到第3顿的时阵，可能就会啊。我大概有看阮小弟安尼一粒安尼完整的肉粽，安尼就放喺碗内底，我就兴可能毋是奋肉粽的问题啊，可能是人甲手的问题。所以后摆我就叫伊帮我偷粽，安尼真好啊！咱就是爱即种公主的命，绑个好，绑个好。哦，嘿啦，啊，毋知影听众朋友有啥物撇步无？啊是讲肉粽因为冷去，所以伊会掉喺叶仔顶悬，嘛是有可能啊。嘛是小小的安尼
完整的安尼甲但是掏开。听众朋友，你有啥物好撇步会使写陪来甲阮讲？虽然讲阮已经无肉粽通食，我阁有，你讲有哦？嘿，我你阁今年才无给我食，啊，你都毋是食较鲜啊？对啊，我食2粒就鲜啊。嘿啊，好啦，时间嘛差不多啊。对啊，甲你讲话嘛我的鲜啊，小故事都到甲你讲话这。嘛鲜啊啦。好好好好，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雄雄的结束，多谢大家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要批信，做回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。如果有甲听众朋友讲的批，讲啥？观众朋友啥会用台语合作？你写下没？山东做啊，枸杞，伊是安怎啦？淡水蚵仔打仗，中华味道。蚵仔干啦，哦，蚵仔打仗是啥物？香菇、黑米、菜头干。啥物啦？旧年阮妈准备要巴掌，你是，你别，你的嘴啥啦？